市长王伟棣亲自讲了，台南市青少年国家团训练营正式伫桂林文化中心开训。来自新竹、花莲、金门等各地89名学生，将接受为期4天的国家课程。在暑假期间，很多的营队，很多的活动，但这个国乐训练营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尤其台南市，在这几年来，许多老师跟同学、家长的努力下，我们的音乐教育都一直在绽放火花，而且事实上让更多人能参与，水准也越来越提高。其中，尤其让人家印象深刻的就是国乐。营队办理到达迈入第3届，以点石成金做主题，课程内容相当多元。透过训练，会当提升演奏技巧。另外，师资阵容非常豪华，邀请到台北市立国家团的老师南下指导。北市国办了大概每年20几届的国乐营。那我觉得我很期待能够跟南部的这些学生能够交流。那因为我每次到南部看各学校比音乐比赛程度都非常好，不会比台北差，所以我希望能够将来能够促成我们北市国的国乐营跟台南的国乐营的合办，把整个共襄盛举，然后把南北串联起来。青少年国家团训练营将伫8月10号举办成果发表会，希望会当体现青少年对着国家的传承，嘛会当促成南北交流，和国家发扬光大。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